兵哥，你这么早啊？下课了。来，让他做老大吧，他比我帅。我说真的。回来吧，兄弟们都这么想你。现在你也是大哥。如果你不管，我叶小白也不管。我不知道我们兄弟们天天在他们这干他们什么呢？既然你们廖老师把你们交给我了，现在听好了，我称每人200个。我这一辈子就跟兄弟们在一起了。我怕更多的兄弟像他一样躺在这里，有几十年。我们走。你们南哥也太心机了吧！你找的人靠谱吗？绝对靠谱，放心吧。千万小心，以廖学兵的身手，一般人奈何不了他。放心吧，南哥。等他们办完事儿，让他们在中海消失。兵哥，上！今天是我跟阿南的个人恩怨。如果你们还把我廖学兵当兄弟的话，现在就出去。你听我说，有些事你不知道，斌子，听我说。你去跟小白说。斌子，你跟我们兄弟说，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，我错了，我先混蛋，我先混蛋，斌子，你放了我，放了。小白也是你兄弟。你怎么对他的？别动手，别动手！你当时我是个混蛋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我晚上消失。自己解决。兄弟们，现在廖学兵也受伤了，我们一口气把他做了。上！快！
说一下那个诗说，其文道也不相如，从而知之。生之无后，其文道也亦相如。无从而识之。无师道也，毋庸知其言之先后。是古云贵不见，不识于上，道之所是所。这是他的第一段。姐，小班，你回来了？啊，你吃晚饭了吗？吃过了，还没睡呢。那个，明天的考试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？OK， 没问题。我们想着考试考好一点，廖学兵就能回来了。可他玩消失，也不过来给我们鼓鼓劲儿。唉。其实廖老师挺关心你们的，你们的努力，他都知道。而且，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？哎，还有小白哥，挺长时间都没来了，他们都在干嘛呀？钟大夫，我病了。什么病？传染病。不会吧？那你为什么见着我就跑啊？我就是这件事儿比较多。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钟芊芊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。怎么还没有出来啊？这题我们都做了好几个月了。是啊，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？有几道题确实不一样，但也不至于一打都不会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怎么办呢？我有一道题不会做，到最后也没做出来。我2道，有一道就做了一半。你们行不行啊？我也就85吧。你呢？我80。芊芊，谢谢你这1个月来对我的照顾啊！
哟，廖老师，你这次受伤还学会客气了啊？我可检查过了呀，你这脑子没毛病啊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还那样啊，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小白还是没有找到。嗯。萱萱，你还年轻啊，你行了行了，你就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。我怎么了？你的女神苏冰云呢？你打算拿她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到底想让我替你瞒多久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我都不敢见她。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？当初人家不理你吧，你死乞白赖的追人，追上了以后，又开始玩消失。其实他说的对，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扯淡！早知道你当初别招人家呀。我能怎么样啊？我本来就是个没有明天的人。我能跟他结婚吗？还是跟他生孩子？我都不知道我能给他什么，我怎么能幸福啊？其实他应该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大概过平平凡凡的生活。你怎么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呢？啊？如果他再问，你就告诉他。我不告诉他，有本事你自己去跟他说。廖水冰，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你是想再伤害我一次吗？说啊！是。你就当我没有出现过，当我不认识，或者你可以当我死了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还站得起来吗？廖学兵，你给我滚过来！你自己看。你少废话，要不然说也轮不着你上场。看啊！都是手，快坐！老谢，你们有什么矛盾分为5大检查。所谓陈党啊，就是让你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受伤，跌跌撞撞的坚强。当你们什么都有，钱多到花不完的时候，却失去了自己真正最宝贵的东西。干杯！你光天化日打了我的学生，现在这样走不太好吧？好了，别打了。怎么了？老师，可以说我是 Super Teacher 兵。我今天来是给大家告别的。廖老师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找一个答案。